屏东湾漫游的39岁的高科技技农陈强福，也几难呢，在批个现金哦，为的是有温度控制、自动送饲料、送水，提高鸡子的育成率。除此以外，陈强福过后有关音乐，而还是专业的录音师哦。听人讲，音乐沙漠的南部地区有过站的录音室、团乐团录唱片，故所有人喊为做有关有歌的王子。这个是全台湾最先进的休假设备，甚至是全亚洲唯一一套，价值2000万。这种是提供2度4层楼，每层楼就有套房，韩国规床温控自动分饲料韩国水，环境唔会吵，连家私都系自动清抢来，同我哋印象当中的休假床完全冇同样。最不同的就是全场温控，全自动温控，然后所有的设备都是用不锈钢的方式去呈现。伊係陳天福，也做休假床嘅主人，10年前回到故鄉屏東灣漫休假嘅。而大學讀嘅係航海呢，佢有興趣嘅係搖滾音樂，做過電腦公司嘅工程師，無一項同休假嘅有關係。我阿爸講我唔好去台北做工程師啊。所以我講我對我做乜嘅，伊講阿無做嘅好啊，我阿哥都買一個土地啊，所以講共同做嘅。像呢回到故鄉休假嘅，一開始咪係用傳統嘅方式。5年前參觀畜牧展，陳天福發現新嘅設備，嗰時貸款2200萬元，對德國進口最新嘅設備。我去引進了這個系統。那當一開始沒有資金怎麼辦？我就跟廠商說，不然你們是不是願意讓我用分期的方式來付這個設備的錢？他們說，因為他們剛開始推出新的設備，他們也願意找一些就是早點試驗，然後就在這個協商之下，我就把這一套最新2009年的設備買回來。陳天福嘅休假床，因為做得團結業，韓國家私分開，家業延伸韓國清槍，環境單純，如做得講大，欺騙發生率團致死率，家業韓國空天。他們的腳，因為他們不會去踩到糞便，所以他們的腳就會比較乾淨，比較乾淨啊，他們的身體也會比較乾淨。如果說一般，乖一點，乖一點。一般的雞啊，他們的這一個地方，因為他們長期都是坐着，這裡都會髒髒的。休假床度就連天福嘅色安用嘅線都係好悶。因為燈光啊，對雞它有一些刺激性跟穩定性的作用。所以它對於綠色，是刺激性是最比較多的。那所以我前面這邊有放一些綠色的燈光，讓它就是如果要就是他們長大要出來的時候，我用綠色的會吸引他們過來。那在雞舍裡面，黃光對他們來講，他們是屬於最安定的。雖然休假床通過科技結合，不過應該要做嘅事情，而且也千采唔得。陳天福當然還係愛亞純技術。詳細看到每一格係唔係有乜嘅唔正常嘅素材。我沒有省工，反而我每天要去，因為它是一格一格的，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是要很仔細的看每一格到底有沒有什麼異狀，它每一個就是一個獨立空間。家下係高科技技能，唔過陳天福其實本單歸好都市繁榮嘅生活，一開始還有18間歸故鄉休假嘅無聊嘅日咧。一開始回來養雞的時候，我發現我會不知道要做什麼，因為農事的就只有小時候有做過，有一種不知道要怎麼辦的那種茫然。開始養雞之後，我就慢慢的去轉變自己的心態。如果我已經投資下來了，那我
何不把这个产业当成是一个非常高利润、高效率的一个产业？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把科技跟就是新一代的技术观念跟传统的产业结合。心态转变，学家的事业更做更好。陈建福还个有心思去做伊最后的音乐，甚至还作为专业的录音师。睇本人讲起音乐沙漠的南浦，是300人万总为一件设备改新的录音室，同乐团录音做唱片。想要弄这个录音室的时候，就是他们也很支持说，南部就是需要一点刺激，像样一点的那种像样的录音室来去把这个感觉好像是一个文化音乐沙漠的地方，把它带动起来。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讲还算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像很崇高的目标一样，就不要想太多就做了。陈建福亮因伊动要求非常要求，伊的处女座，都是讲龟毛啦，嘿，实事求是所有东西伊拢要求到最完美。最近陈建福和车位南浦旗下的地下乐团共下来做转型，安尼乐团做得完成发片的梦想，又做得增加本人看到的机会。他们看不到你有很认真在养鸡的感觉，可是当他们有这些疑问的时候，我就用行动来证明给他们看，说你看，我可以养鸡养得很好。如果我养得不好，然后我来搞这个叫做人家讲的就是不思长进，可是我就是想办法把我的工作做好，然后我才有办法给自己更多的空间去创作音乐这一块。碰碰爆炸头谈论天吉他、rock 沙曲的轨道扎嘅嘢，心态調整呢，陳建福嘅工作同天氣相逢相騰，兩項看起來冇相同嘅事情，而做起來該迅速，充實作用嘅，還有人很易搖滾學嘅王子。